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信心，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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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用准备的心来敬拜。那请大家将手机关机，还是转飞行模式。多谢大家。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你。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大家高早，哇，真欢喜，咱会当一只来敬拜咱的上帝。咱甲隔壁讲，你准时约会，上帝欢喜来。你准时约会，上帝欢喜。阿门。我咱每一届来敬拜拢是准时的，咱嘛期待上帝准时，对无？阿门。阿门。哇，所以咱需要伊的时阵，伊拢及时来到啊，吼，所以咱嘛是爱准时哦，吼。好，这时阵请咱起立，咱要求圣神来引带咱今仔日的敬拜啊，互咱的灵是开阔的，互咱的心会当来放下咱一切的跨路重担，专心专意来응着伊甲各我的主耶稣基督，阿门。阿门。好，这时阵咱开声，咱要做伙开声来祈祷吼。啊，咱来先来对牧师来讲，咱欢迎圣神来，圣神，阮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阮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阮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阮真欢喜，伫今日早起，阮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引带，互阮一路平安来到伫这个所在。阮要学乐至悬至大的上帝，阮要感谢迄个拯救阮对黑暗进入光明国度的耶稣基督。主，阮感谢学乐你，互阮今仔日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开阔的心，大声吟诗学乐，放下一切的跨路，会当专心专意来互主你欢喜。感谢你将今仔日的敬拜，阮的兄弟姊妹以及阮所有服侍人员，拢恭敬交伫你手中。愿你的灵继续运行做工。感谢基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搁一摆来用主的祈祷文，咱做伙来祈祷来。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抵带阮入地市，就丢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哈利路亚！今
今日咱要用喜乐的心来敬拜赐阮大开来的上帝，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拍鼓啊！耶和华已经为咱做这大代志，以烟火彩来做宝贝，因会更久暗暝。耶和华
咱的主是疼咱的主，咱嘛要用爱来爱伊。即马咱用心来敬拜伊，哈利路亚。我生命中上梦最正的耶稣，较无你多多追求你，因我全心全意，尽我规力爱你，敬拜你，互你荣耀充满大位。做回来。我生命中上梦最正的耶稣，较无你多多追求你，因我全心全意，尽我规力爱你，敬拜你，互你荣耀充满大位，深深爱你。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我主，深深爱你，我主，我爱耶稣，我主。我生命中上梦最正的耶稣，较无你多多追求。各位兄弟姊妹，咱甲隔壁的人宣告讲：我真爱我的主耶稣，我真爱我真爱我的主耶稣。阿门阿门。所以这个时阵是咱祈祷的时阵，咱要来为着咱后礼拜这个幸福小组的活动，就是这个手作，这个手工的活动来祈祷。这个手工的活动，为什么咱要办手工的活动？就是因为咱期待有较侪新朋友。迄未信者会当行来到咱教会内面，会当来礼拜就医主上帝，阿门吗？所以咱就为着咱手工的活动，咱做开声来祈祷，咱做开声，哈利路亚，谢个是的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将我的所有的活动交伫你的手中，哈利路亚，主啊，是用安尼这款交代互阮，主啊，高声对生命来到阮中间，哈利路亚，
所以咱共款要为着咱手工来做来祈祷，但是这个时阵咱要为着咱家己心，咱准备咱的心要来邀请新朋友这件代志来祈祷。咱嘛为着咱教会准备，包括咱的区长、咱的小组长因咱做咱开足侪会，有真侪事情爱准备的工课，包括咱的教咱手艺的老师，因拢有足侪代志爱先来准备好势。所以咱相信伊嘛会用足侪时间来准备遮，所以咱特别诚做因上好的扶持的人，阿妹吗？阿门。咱得用咱的祈祷来家扶持，所以咱这个时阵嘛要替咱遮的组长、区长，佮甲手艺的老师来祈祷。数到3，咱就开始来，1、2、3，哈利路亚！大家是起来的，是起来的。是啊，是阮将我的这甲手工的老师，我的区长，佮我们这邀请新朋友过来到这个球场，哈利路亚！转过来邀请伊来到咱香港，来听听的福音，佮我的老师在准备的过程，在了伊充满的智慧，和我的区长，和我的组长，大家人听到我的上好的心意，来上好的陪伴，咱将这个上好的福音活动来交互你。哈利路亚！咱做亚基手来唱，来俄勒主，哈利路亚！亲亲爱你我主，亲亲爱你我主，我爱你，超过生命中一切。亲亲爱你我主，亲亲爱你我主，我爱耶稣，我主，我爱耶稣，我爱耶稣，我主，我爱耶稣，我主。咱将来抱声归乎主耶稣，哈利路亚！咱的上帝是看伫俄勒的主上帝，阿门吗？阿门，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强读圣经，这是咱要来强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第4节到第7节，请。着时常甲主既然来欢喜，我搁讲一遍，着欢喜，着互众人看袂出恁的宽容。主你来咯！拢毋通挂虑啥物，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安尼，上帝所赐超我人一切了解的平安，会当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愿上帝的话点伫咱心内。这是要邀请本堂教牧师来进道，伊的题目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基督徒喜乐的秘诀，请。所听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咱会早起会当伫遮来做伙敬拜，咱嘛真欢喜看到咱的慧华执事真用心来做准备。要叫伊讲台语无简单吼，总是伊用真侪心思，咱嘛当看伊今仔穿了足正宗的吼，这是值得咱肯定的一件代志。咱永光教会每一个同工，然后服侍，大家拢用心来准备。我相信这就是咱教会得着上帝欢喜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基础。咱若每一届来准备好势，我相信伫服侍过程内面，就是有一点会安尼，当拄着嘛袂要紧，因为圣神拢会甲咱补足。阿门。互咱的心毋免服侍了，有当时会感觉欠迄个无真好，迄个无真好，其实袂要紧，因为咱是要独独荣耀咱的上帝，吼。
所以咱的服侍是要互上帝欢喜。我相信咱每一届会当服侍主，咱拢爱牵条机会。阿门。咱甲隔壁讲，服侍主爱牵条机会来。是服侍主爱牵条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真欢迎咱永光的家人会当伫遮来敬拜上帝。望咱也搁较济，若搁伫线顶第一礼拜会当紧转来吼。即马大概咱拢差不多开放啊嘛吼。即个口罩吼，喙暗当然照咱家己的感动，要挂就挂，即马毋挂嘛袂要紧啦吼。所以咱感谢主，伫过去差不多要到4年吼，要到4年即个过程内面，上帝有缘经过咱的信仰，互咱的教会会当徛在伫即个疫情的过程，咱用祈祷、用 RPG 来做一个兄弟姊妹的结连，嘛因为安尼，甲天父上帝结连，所以咱的教会对着上帝的保守，我相信这是上帝听咱，也咱兄弟姊妹用信心的行动，用信仰的行动所表达的一个结果，甲应验归予咱的上帝，阿门。好，真欢喜，咱会当做伙来敬拜，透过诗歌娱乐，也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帮助经营咱的心田吼。好，这时阵咱搁一届起立，咱来宣告上帝的话语圣经的开来。上帝启示的圣经是我生命的宝藏，快乐的源头，选择的根据。现在我要领受真理，我用信心宣告，我的心门大开，灵魂精英。我要将加力温上加温，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好，咱今日透过这段经文，咱做伙来学习来学习基督徒，咱有喜乐的秘诀迄个喜乐的秘诀伫哪落呢？咱若当透过上帝的话语来帮助启发咱，我相信咱会当过着一个更加充满喜乐、更较有平安、更较有毋忘基督徒的生活。咱看伫咱即个文明的社会内面，即个世界卫生组织有特别甲咱讲WHO， 伊有讲威胁人类健康上介重要的就是心身症心身症心身症所带来是啥呢？就是讲咱的心血管的病痛来过往的占即个人的过往的人口会占16%咧，占16%哦。意思讲，若100个人过往，有差不多有16个人是因为心脏的问题即个心血管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互咱真注意的，伫这个文明的社会内面，所以咱常常讲这是文明病伫这个情形内面，就是讲，这个搁较和迄个忧郁症有一个关系哦，所以咱若是咱常常会看愈困袂去，食袂好势，还是讲暴饮暴食还是讲心灵不安宁惊东惊西啦等等有这个情形咱嘛爱注意若是长期性有安尼的时阵咱爱去了解一下是毋是爱伫生活内面有所来调整来帮助咱伫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内面，因有安尼来统计讲全球差不多有超过2亿的人有失眠的一个困扰，2亿占差不多30%的人口，这个情形会当互咱来思考。那伫台湾，差不多讲5个人有1个人就常常无法度困5个人有1个哦，这比率嘛足悬的对无？这个会当互咱来看特别有统计伫台湾，咱一年差不多食9亿粒的迄个安眠药，安眠药9亿9亿差不多偌济呢？若讲甲迄药来排一条路会当台湾洗12年啦，台湾洗12年咯，哇！这互咱会当去看，哇！台湾人真辛苦，
真的很辛苦哈，心真辛苦了哈，这是真的很辛苦哈，所以特别伫疫情前甲疫情后，讲有提升到40%以内，这个会当互咱来思考，真做这个文明病在不断在冲击咱人的生活咱人的健康的时阵，咱真做基督徒，咱会当安怎来思考？咱看这个压力是大家拢有的嘛，大家拢有生活的压力啊，伫这个社会内面拢有这个压力哦，无论对工作、对家庭对厝边隔壁的关系，还是讲经济等等这的，还是囡仔，还是大人的，所带来拢有真济的压力。这个压力咱到底是要安怎？特别咱真济有一寡人拢追求完美主义的爱大概100%爱好有人有洁癖对无伫厝里安尼爱一尘不染安尼爱逐日拢爱安尼愈甲清气溜溜若囡仔甲你安尼落一下物件就要掠讲迄款的。兄弟姊妹，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去思考，因为即款足容易，互咱安那心狂火倒的时阵会带来真大一个压力，这对咱的身躯来讲是无健康的，会影响咱身躯的健康的。所以求上帝，真做基督徒的咱就爱祈求伊要安怎会当面对这个压力，要安怎会当找办法，把这个压力的这个气来排出去，还是讲要安怎甲这个压力来共存，会当互咱真做基督徒伫生活内面来享受一个真正有主同在迄个喜乐的平安。兄弟姊妹，这是你我真做基督徒，上帝予咱的上帝有予咱的，咱就爱去了解，我相信会对咱来个较大的一个帮助所以你迄个抗压的指数有愈来愈强无？阿门。你对这个压力会愈来愈会当去甲面对这个压力愈来愈会当去甲讨棒这是必要比如讲我牧师的生活嘛是真无用的生活对无真侪时阵拢爱用电脑啦用手机所以这个安那筋骨有当时就会较袂溜了就会酸会痛。我嘛爱想办法呢，要安怎会当透过运动会当来讨放这个压力互咱的筋骨啦这个机体会当较溜了这是需要嘛牧师嘛渐渐有年纪对无对无所以拢爱来注意这个，因为咱的健康所以会当带来不止咱家己尔那是对家庭的祝福，嘛是对教会的祝福。阿门。所以，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去找到要安怎会讨放咱的压力的一个方式。除了咱就爱认真来到主的面前以外，伫生活时间的调整，这嘛是非常重要。有当时就是爱转移一个所在，感觉伫即搭遮强要安尼爆炸安尼，可能就爱调整一个空间，换一个空间。有当时出去行行咧，迄个感觉就无共款。转移咱的注意力，咱的注意力，甲转移一下。我相信这嘛是一个会当互咱来思考。当然，更较水就是会当亲像牧师安尼啦然后用的时阵就吟诗伫心内就真自然就有诗歌唱出来伫工作的时阵，伫行路的时阵伫做工课的时阵只要心思伫上帝就会当吟诗学乐伊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一件代志，对无？对细汉到即马，我拢有学习即款，会当互咱家己更较享受伫甲天父上帝、甲圣神同在的一个喜乐。所以咱感谢主，求上帝帮助咱。咱在讲咱有主通去挖靠，咱要安怎挖靠？咱就爱用信心来做交托的工作爱用信心来做交托的工作。咱看保罗，伊伫上艰难的所在的时阵就是伫关牢家的时阵，伊来写这张批信。伊在鼓励人，关牢家的人呢，受苦的人，上郁卒的人，伫黑暗
的环境的人，伊却安那会当写批来甲基督徒来勉励因，就爱安怎会当得到喜乐的一个秘诀，或者真特别咯。若是安尼，表示讲伊无论什么处境，伊拢心充满喜乐嘛。因为有这个经历，有这个感动，伊较会当去感动去来鼓励别人互别人会当亲像伊伫经历无论什么款的处境，拢会当充满喜乐。阿门。哇！所以咱基督徒求上帝帮助咱哦。伊讲，恁着爱靠主常常喜乐。我阁讲，恁着爱喜乐。伊讲，恁着爱，这是安那？这是一不再搁一届搁一届在强调对无？吼，恁着爱靠主常常喜乐。我阁讲，恁着爱喜乐。哇！那是伫希伯来的即个话术内面，讲这是命令语气啦。就是讲命令恁的爱哦，你一定爱，你这是恁会当的。那安尼，伊在互咱更较明白，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哦。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7节，伊讲得爱常常喜乐，不住的祈祷，凡事感谢，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面恁所定着的旨意。阿门。哇！所以保罗为什么讲恁着爱喜乐，爱常常喜乐？我阁讲恁着爱喜乐，为什么？伊讲这是上帝伫基督内面所定着，对恁所定着的旨意啦。意思就是讲，上帝有美妙的安排甲旨意，已经成全一个，互咱基督徒享受喜乐生活的一个秘诀甲路径。这个是什么？就是伫基督耶稣内面为着咱定着的哦。哇！伫基督耶稣内面为着咱定着呢，所以咱理所当然，咱是会当领受的。阿门。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咱，拢是为着归向伊的人，拢是为着迄个心内相信、嘴承认伊是救主，伊是上帝的囝。这款的人，因为信，拢会当伫耶稣基督内面来领受上帝所定着一切美妙的旨意。这个美妙的旨意，伫今仔日甲咱讲，就是咱爱常常喜乐，爱常常喜乐，不住到祈祷，凡事感恩。所以求上帝，互咱有这款的了解。既然喜乐是上帝对伊的百姓所定着的旨意，所以爱着靠主常常喜乐，这就是咱的信仰的一个原则哦。好，咱的信仰的一个原则，也必须是每一个基督徒，咱拢爱经历的。阿门。咱拢爱经历的。我真感谢主，当咱教会会当透过小组传福音，或者福音的朋友入来到伫咱的教会，牧师就因为常常伫台顶看见咱兄弟姊妹的面容，就会当去体会呢。一个拄仔来到教会，可能足安尼，足忧闷呢，足重担的，来教会无啥物笑容，笑袂出来，佫爱强爱笑出来安尼，毋过咱看见伊若真正继续来1摆、2摆、3摆、4摆、5摆，我就发现讲，经过1-2个月了后这个人的面容就有在改变。哇，这是真事实的。牧师伫台顶常常看见兄弟姊妹信仰的这个历程，我拢感谢主，讲主是咱若因为会当邀请一个人来，进入伫基督的信仰内面，互伊本来是一个无愿望的一个生活，对于将来无有啥物期待的，因为足济的拖磨，足济的艰苦屈辱，亲像伫家庭足济的挫败，互伊安尼毋知要安怎行落去、活落去，总是因为咱邀请伊来到教会，互伊重新认捌伊人生的价值，互伊更加去体会讲，有一位上帝既然是安尼在疼我、保护我、帮助我，
互伊的生命，因为咱的鼓励，因为进入伫敬拜内面，拄着上帝，互伊安尼渐渐地改变。兄弟姊妹，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代志，这是咱所应该做的，这嘛是上帝交托咱教会所应该去执行的代志啊。所以咱看见这个着靠主常常喜乐，这是一个基督徒必然经过的。既然信主的，都会当逐日好好来经历这个，而且是愈来愈丰盛，愈来愈确定，愈来愈有信心，愈来头壳安那，愈会当举前，充满喜乐、信心甲盼望。这就是你我伫这份信仰内面，咱会当得到，嘛会当分享予人的。阿门。所以这是一个真欢喜的一件代志。每一届咱看见这个新的朋友因的改变，咱拢要甲荣耀归予上帝。阿门。嘛要多谢咱这个透过咱的幸福小组邀请人来到伫小组，来到伫教会，这个同工，这个兄弟姊妹。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去明白，靠主常常喜乐，就是讲伫主的同在内面，这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有主的同在，这是主耶稣应允予咱的哦。咱真做基督徒的咱就爱深信，咱不时不得，咱就爱邀请耶稣进入伫咱的生活，来做咱主人，生活的主人。咱凡事拢会当问伊，凡事拢会当倚靠伊。阿门。兄弟姊妹，这是一个真喜乐的一件代志哦。所以有耶稣同在，咱就有喜乐。阿门。有耶稣同在，咱就有喜乐。咱做伙来讲来，有耶稣同在，咱就有喜乐。阿门。是，所以咱爱确定，即使咱若是去超凡的时阵，咱就爱去更看见，更较体会讲，我有袂记你耶稣无？我有袂记你交托无？我有袂记你邀请耶稣伫即件代志来做主无？兄弟姊妹，这是基督徒你我随时拢爱提醒的哦。我有邀请耶稣无？耶稣要安怎来做主？伫即件代志，耶稣会对我讲啥？若是耶稣，伊会做甚物款的决定？这真做基督徒你我每一件代志，咱拢会当安尼来思考。所以，若是要讲伫生活内面，咱若要练迄个不如意的代志对无？10条、20条小事对无要写100条、200条，嘛是足容易的代志，敢毋是？毋过咱嘛会使咱甲试看卖，等于甲试看卖。你若感觉这代志拢无得照我，拢毋是我所爱，你就甲一项一项甲写起来，一项一项甲写起来，一项一项甲写起来，写了后对第一项开始，后壁佫甲夸父一下，甲讲有主同在，有主同在，有主同在，阿门。有主同在，比如讲，你会写讲我的心脏无好，这不如意的代志我有三高，我甲家庭的这个关系有需要去修补，我的厝里的经济有一点仔压力，有无？我烦恼我的囝的工作毋知安怎，烦恼我的查某囝的对象毋知安怎，要写足济对无？会当写足济咯，会当写足济哦。即摆目睭较花毋知要安怎，等等遮个，拢甲列出来，后壁会记日搁对头第一个甲写，有主同在，有主同在，阿门。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哦，阿门。当咱写有主同在的时阵，这是一个宣告，讲主啊，我将这件代志交伫你的手中，因为你同在啊。就毋免互我去烦恼啊，因为你同在啊，你会当解决，绝对赢过我苦苦总嘛。若是安尼，我就要甲这疑难杂症，拢要交伫主的手中，阿门。所以求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来明白哦。咱看耶稣有一摆带伊的学生坐船要去到加利利的东海东海湾迄边
啊，伫海面附近啊那有起风影啦，吼，有起风影，哇！啊，这学生啊真惊吓呢，啊，结果耶稣在创啥？啊，伫船尾遐在困啊，哦，啊，耶稣可能迄个感觉就是，咱像个摇篮安尼吼，咱像个细汉吼玛利亚在摇摇篮的感觉吼，困较真好势吼，哇！遐学生讲主啊救援啊，主啊救援，我要无命啊！耶稣讲：恁这小信的人，为什么惊吓呢？为什么惊吓？为什么惊吓？兄弟姊妹，有主伫咱的船顶，咱为什么惊吓？既然咱宣告有主同在，咱毋免惊吓。因为诗篇安尼甲咱讲哦，讲大水泛滥的时阵啊，耶和华坐伫做王，耶和华坐伫做王，直到永远。阿门。耶和华坐伫做王，毋是一时阵的，毋是古早有现在无，毋是现在有未来无，毋是，伊是直到永远。若是安尼，耶和华坐伫做王。咱毋免惊吓，就是大水灌压的时阵、泛滥的时阵，咱犹原相信上帝念你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拢伫上帝的手中。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看见，咱看见咱的耶和华上帝坐伫做王的时阵，咱就毋免忧闷，毋免惊。阿门。你甲隔壁讲，毋免惊，上帝做王来。对，免惊，咱的上帝做王做主。上帝既然做主做王，咱就毋免惊伊哦。好，搁过来，咱会当看圣经安尼讲，讲咱着爱一无跨路，只要凡事则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爱的来甲上帝讲，有无？吼，毋通跨路，只要凡事则着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心内所爱的来甲上帝签名吼，所以跨路是啥物？兄弟姊妹，若是跨路，就是咱对咱的上帝的信无够啦，对吧？好，咱对咱的上帝的信无够，咱才会跨路。以前我在开车的时阵吼，若是要右转的时阵。潘牧师习惯，伊坐副驾驶座嘛，拢会习惯甲我倒看后照镜，吼。但是会看到迄个，我讲你嘛免看，我看到，因为你看的，看我看的角度拢相共。总是伊就是袂放心，吼。拢会安尼看一下，我要右转，拍灯要右转，伊就拢会看一下安尼。我讲你毋免看，我会当看，你安心，吼。总是。伊知影我是人嘛吼，所以有当时会倒看一下。伊讲我是甲你倒看尔吼，倒看尔。我在心内是讲，你是对我无放心吗？后来想想讲，袂当安尼想法，着爱想讲，伊顾虑着安全，所以做伙倒看一下，安尼 OK 无？吼，你若甲想讲，你是安那无信我，无相信我？哇，安尼代志就无好啊，对吧？吼，迄个夫妻的互动就是安尼嘛，吼调整一个角度，可能迄个看法甲结果、想法甲结果就无共款咯，吼。所以，总是今仔日若是咱呢，咱交托互上帝，咱敢阁需要阁看一下，阁看一下嘛？若阁看一下，就是有跨路嘛，是毋是？阁有跨路的时阵，就是表示讲咱也是对上帝。无完全的一个沟通呢，兄弟姊妹，这是无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咱较容易就是咱家己掌握会调的，咱感觉迄个较是真。掌握袂调的，咱会惊吓一切，咱会思考未来，毋知啥物代志发生，所以我要事先安那先家己炸起来。有当时会想讲，哇，安尼足辛苦的，敢毋是？我哪会当交托互上帝，讲上帝啊！我毋知影头前会拄着啥啦，毋过我若会使交托你，安尼我是毋是会当较放心？较毋免讲为着即个代志到底会发生无？迄个时间会有够？即个时间就已经跨路啊！搁结果呢？若无发生，咱就加跨路的。若发生，爱搁继续跨路。哇！安尼跨路袂了呢？代志遐济，像鸟仔问遐济，要安怎跨路会了？所以兄弟姊妹。
愿上帝帮助咱哦，互咱更加深信。既然咱相信伊疼咱，拯救咱到底，那安尼，咱迄个信心、迄个交托的行动，就爱伫每一日内面，咱拢爱宣告。每一日内面，咱拢爱宣告，甚至是每一时刻哦，迄个跨路的意念入来，我就奉主耶稣的名，我才交代耶稣啊哦。好，我交代耶稣啊哦，我奉主的名，我交代耶稣啊，我毋免阁跨路，阿门。迄个跨路的灵离开我，阿门。迄个忧闷的灵离开我，阿门。吼，咱愿意互圣神的喜乐充满，咱嘛无爱互即个忧闷跨路的灵来搅吵咱安静的一个生活。更较济到伫主的面前，吟诗学乐啊，交托伊啊，将迄个心思的意念啊，用上帝的话语来补满，用学乐上帝的诗歌来补满，安尼好无？安尼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哦，兄弟姊妹，我讲起来是牧师的经历呢，哦，是牧师的经历哦，也是信心的一个宣告。所以苦难中的祈祷交托，甲应允前的感谢行动，这是咱基督徒一个最重要。伫苦难中的祈祷，面对苦难的时阵，咱祈祷交托。伫上帝还未应允之前，咱用感谢、学乐来宣告，上帝一定成才会应允，阿门。好，所以用感谢的行动来表达、来宣告，这是咱基督徒会当放下这个重担，会当一无跨入的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法度。这嘛是咱信心上悬的一个表现呢，阿门。哇，这款的功课，你若学会啊，你的生命会渐渐会反转，迄个忧愁就会无去哦，吼，迄个所带出来，迄个喜乐就会更较济。吼，耶稣甲咱讲，既然劳苦担重担的，通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阿门。既然劳苦担重担的，就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阿门。所以来到主面前啊，咱就会当甲这担放下落来，因为伫伊的内面，伊要互咱得到安息，互咱得到安息，互咱重新得到快乐，互咱更较有信心甲情来跑走，阿门。感谢主哦，吼！所以圣经咧甲咱讲，恁着爱将一切的跨路写互上帝，因为伊顾念你。这是彼得伊的经历，嘛得互咱体会、深深来了解。所以咱若甲上帝关系愈好的时阵啊，伊喜乐自然就就清出来啦。阿门。好，咱甲上帝关系愈好，邀请上帝做王，邀请耶稣基督伫我的厝，邀请圣神时时刻刻感动我、洁净我、运行伫我所思想所做一切工作的内面。那安尼，咱就会当不但有喜乐来清出来，这是基督徒你我上界水会当领受的。所以喜乐会当安怎？喜乐清出来的原因，就是在于你一无跨路啦。一无跨路的途径，要安怎当一无跨路，就是完全交托的祈祷啦。阿门。是完全交托的祈祷哦。所以喜乐会当亲像水泉清出来，那是因为遐个跨路咱拢交托出去啊。用什么方法？用祈祷，用学乐交托伫主耶稣的手中啦。所以咱就会当来经历这个。所以感谢主，咱昨导读的圣经节咯，这是咱昨导读的吼。咱有导读，咱就知影这段圣经哦，历代志录下卷16章第9节讲，耶和华的目睭遍监察全地哦，要显大的快乐，帮赞伊心存诚实的人，阿门。耶和华的目睭监察全地哦，要显大能力来帮赞伊心存诚实的人，阿门。所以这就是互咱会当相信的，兄弟姊妹，
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互咱因为真理帮助咱，成做一个心存诚实的人，是一个清气心肝的人。阿门。吼，遐诡诈、诡客的心思念头，拢无伫咱的中间，互咱会当单单来面对耶稣基督，领受伊教义的恩典哦。所以基督徒要安怎面对困境、挑战这艰难一切，咱就爱会记住，咱爱心存诚实，行伫光明中。阿免。吼，遐无偏左偏右，因为圣神有伫引带咱的脚步，咱袂当藏伫迄个阴暗的即个死巷内面，咱无过着迄个欺骗的生活，咱就爱光明。咱若有光明，咱就无有遮个妖疑，无有遮个烦恼，咱会当伫上帝的厅内面，相信上帝一定挺咱到底。阿门。因为咱是心存诚实，咱是敬奉伊的人。兄弟姊妹，愿上帝帮助咱，伫教会的生活，咱就是爱用存即款的心思意念，咱才会当互上帝欢喜。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我心存诚实，我是光明的囝。阿门。咱做伙来宣告来，我心存诚实，我是光明的囝。是，咱是光明的囝。上帝的光照咱，上帝是光，上帝是光明的，是圣洁的。吼，咱拢活伫圣洁的生活内面，这是你我会当的。所以保罗就安尼甲咱讲哦，咱讲为什么保罗伫这样大的艰苦内面，伊竟然佫会当安尼？伊讲我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无论伫什么款的情景，我拢会当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习的哦，我学的代志呢。伊讲安那随时随在，我拢得着一个秘诀，就是我靠着迄个加添我快乐的，凡事拢为阿门。哇，真水哦！保罗伫遮，互咱会当真深深看见，会当深深来了解。圣经嘛安尼讲啊，讲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为什么伫我的内面底，迄个安那搏杀啊？伫我的内面底操烦啊？就安那仰望上帝，因为我也要学乐伊，伊是我面的阳光，是我的上帝。阿门。吼，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免忧闷。因为上帝是咱面的阳光，伊是咱的上帝。阿门。咱学了伊，咱仰望伊，这是咱会当得到喜乐的一个秘诀。只要抬头仰望伊，抬头仰望伊，咱就会当看见原来乌云的顶面佫安那，佫有日光。阿门。好，所以咱会当拨云见日，对无？透过祈祷，咱甲乌云拨开。咱就会当看见上帝应允，永远同在。阿门。好，所以有主同在，靠主恩典，凡事兴旺。阿门。咱做伙来讲来，有主同在，靠主恩典，凡事兴旺。阿门。愿上帝帮助。今日有领受无？阿门。咱感谢主哦。好，咱来读3解哦。今仔日金句来。有我的恩，你就够业；而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内。哥林多后书12章第90个，吼，有我的恩，你就够业；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哥林多后书12章90个，搁一解来，有我的恩，你就够业；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哥林多后书12章90个。阿门。所以咱就会当来宣告哦，对无？我宣告上帝的恩教我用，对无？我宣告伫我的软弱的中间，有上帝的快乐帮助我。我宣告遐忧愁看路拢离开我。阿门。我宣告耶稣所享受的救恩。甲圣神的喜乐，拢要充满伫我每一个日子内面。阿门。阿门。是，咱感谢主，愿上帝恩待咱，互咱有这款的看见吼。请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来学乐伊。
就是学咯，喜乐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荣耀满足情，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感恩灵力甲福气，基督内面有的过去，一切拢要停息。基督内面上帝的恩，一切拢要成就。基督内面有的过去，一切拢要停息。基督内面上帝的恩，一切拢要成就。喜乐的心飞啊飞啊飞，飞到荣耀满足情，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感恩恩典甲福气。星星的天飞啊飞啊飞，感恩恩典甲福气。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用喜乐的心来到主面前。这时阵，大家对牧师来祈祷，主愿奉基督的名来宣告，主愿奉基督的名来宣告，我一切的跨路拢要离开，我一切的跨路拢要离开，我将我的困难交伫耶稣基督的圣手中，我将我的困难交伫耶稣基督的手中，愿圣神充满我，愿圣神充满我，将喜乐的灵赏赐予我。将喜乐的灵赏赐予我。对这点起，对这点起，我要充满喜乐，我我要要充满喜乐，忧愁的面无去啦，忧愁的面无去啊，喜乐的面充满。喜乐的喜乐的灵充满，奉主耶稣的名，主名，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哈，主愿感谢你，阮来到你面前，因为阮知你是大有亏难的主上帝，总是阮常常袂记你该交托的无交托，却填满阮的生活，所以阮恳求你伫这个时阵启发阮有教育属天的眼光甲智慧，会当明白伫生活内面，你永远甲阮同在的。有你同在，阮就无惊吓；有你同在，阮就会当将一切的主权交伫你的手中。你一定为着阮赏赐予阮，引带阮是在行一条上喜乐、上平安、上得到福气的一个路径。所以，阮感谢你，阮有阮的病痛，有阮有家庭的脱界，有阮的工作，有真济的跨界。主，阮恳求你，互阮凭信心，逐日来宣告，逐日来宣告，逐日来宣告，健康、甲富有、稳定，拢属伫我的。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姊妹，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也是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阮告主是阮做情，谦卑领受。开始奉献。星星跟我
坐。只是要邀请周牧师来主讲分享。兄弟姊妹，请咱来关心咱教会遮的事工的进行吼。当然周报有真详细来写，互咱来了解吼。感谢主，咱幸福小组继续开始在邀请新朋友。我相信每一届邀请上帝拢甲咱同工来成就吼。真欢喜，咱的小组安尼一直在运作，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幸福小组的一个教会，传福音的教会吼。好，你看真济无共款会遮吼。好，咱的兆民牧区昨因为做旅游的步道吼，昨会早起8点出发去到宜兰的所在会阴暗差不多9点外转来吼。兆民长老到遮了，有敲一个电话互牧师来互牧师了解讲，即个行程拢真顺利平安吼。咱多谢咱即届有20个 best 来参加，咱献上感恩，求上帝帮咱或者个 best 伊愿会透过安尼来体会上帝的听伫因的中间。好，咱的幸福香氛花艺的所做咱今仔下晡1点半，咱有要做遮个报道的训练会。所以要请所有遮个服侍的同工伫3楼来参加吼，来做说明咱会当来了解。咱伫5月初2到12拢总有11场拢总有11场，已经有超过400多人来报名所以必须要遮个同工有先家己走过走过了然后同工就会当伫现场来到教到帮助遮个新朋友互因伫所做顶面会当较顺利遮个训练过，迄天就毋免搁做啦无迄天你搁家己做，你就顾袂着别人安尼就无彩所以咱先做好了，有遮个经验，较重要就是迄天你着爱甲遮个新朋友建立关系透过斗相共嘛会当甲伊分享一寡关心伊互伊了解教会生活等等。毋通透过安尼，就是有一个较长的时间，会当甲遮个新的朋友有一个建立友谊的关系，安尼因就会当较容易进入到咱的教会这是一个目的这是一个目的这是一个策略毋通咱会当来为着遮个来祈祷，特别咱全教会请咱5月初2开始，咱一定爱为着遮个每一场来祈祷好。咱会导读抄写经文你有跟上无大家努力一下牧师嘛写甲昨我知影昨是读啥物经文嘛嘛有来导读遮嘛大家做伙来互相鼓励这上帝的话语放伫咱的心内，会当做及时的帮助呢。阿们。迄个及时的帮助是啥物？迄个及时的帮助，就是讲，你伫最需要的时阵，上帝的话语入来，甲你讲，甲你指示，你着安怎做，安尼好无？哇，安尼足好个呀！这是所以咱爱有上帝的话语，就是安尼我的时代就是安尼，细汉拢读白话语较年长的时阵拢读汉，即个什物？迄个中文所以要背2遍要背足难的较济拢嘛是细汉咧背经文不过嘛是爱学习对无嘛是努力虽然即马记忆力无咯，即马记忆力佫足赞的所以有无？即个信念足重要对无？牧师本来要讲安怎记忆力渐渐安怎好无？对无？不过我后来想想，毋是，记忆力是渐渐愈来愈好，阿们。阿们，上帝一定会当互咱的亲像鹰鸟踢出飞悬好来咱6月第1主日是咱的圣礼典所以咱有要举行洗礼所以咱请咱来关心咱的熟悉的这兄弟姊妹，因若还未洗礼，就鼓励因会当来报名好咱今仔日有双联教会
即个主日学的校长吼，张长老有带领8位同工做伙来参加咱亲子的礼拜，来做观摩望期待伊嘛会当期待伫即个主日学会有所调整，会当帮助因伫亲子的即个信仰内面有一个好的传承吼。所以是伫楼顶，所以会早起潘牧师第一场拢无来，就是爱做准备望遮会当来帮助其他的教会吼。好，咱欢迎因。咱的青少年伫暑假7月初6到初8，要伫新德圣经学院有撼动撼动星球的即个暑期的一个营会吼。望咱对国小6年以上到大专的学生也是朋友，会当邀请朋友大家做伙来参加吼。咱报名到6月初4以前，咱有早鸟价是2200块吼。好，咱有特别爱来关心的，就是咱的丰原长老娘吼，求主长老娘吼，伊身躯有欠安，咱求上帝来帮助伊的肺部的部分吼，渐渐有较好势啦，对无吼？所以咱继续为着伊来祈祷哦，吼，为着伊的家庭来祈祷。所以咱丰原长老嘛是真特别啦，伊是丰原长老是好丈夫啊，吼，哇，老人顾老人吼，这是无容易的一件代志吼，总是伊全心全力在顾伊的太太，咱嘛求上帝，互丰原长老灵魂精英属于有气力吼靠着主，大家拢过着一个得胜的生活。咱继续嘛为着伊长老娘，咱继续来为着伊祈祷。好这时阵咱要来起立，咱做伙来吟这诗歌，必出来祝福。天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相伴你，东方的明日祝福你，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名跟着你，喜乐充满你，欢乐拢无去，主事大福气，上帝祝福你。但愿上帝保守你，透过圣神引带你，互你活出活入，拢有对以来的平安，也互你手所做的工，你所经营的一切，伫上帝的光照的顶面，大大得到稳定。也愿上帝帮助，互遐病痛离开，遐忧闷暂断，互恁拢过着一个充满喜乐甲真实平安的日子。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姊妹平安，平安。感谢主，咱今仔敬拜暂时到这，请做愿上帝引导咱每一个的脚步。